中聯有問題由未少學校用到，高雄市對才出售13間國校啊，甲幼兒園去用到，即陣攏已經落架。另外，這中聯幼稚的總經理余寧昌，台中地方法院是裁定2000萬交保，檢方提出控告，高分院裁定撤銷交保。高雄市教育局甲衛生局查驗出問題油去倒位，也查到高雄市家己食品使用外縣市通路經營甲賣中聯出問題油。高雄市計共有13間國小甲幼稚園捌用過出問題油來煮學生的食食。教育局要求相關的學校甲營養午餐的業者全面停止使用，預防性落架回收。業者要提出搭配檢驗合格證明了後，才會當用油。互出問題油影響的前金國小決定後學期要閣找民營的業者提供營養午餐。學童的午餐就由三民國小的廚房來供應，所以這個部分，我相信未來我們在公辦公營的這個情況底下，這個用餐的品質上面、把關上面會更加的來嚴謹。針對出問題油流入去學園，教育局繼續監督學校，抑閣有提供食食的業者，落實實在愛對源頭。各校也甲後續處理的結果用群組公布，互家長甲學生知影出問題油甲產品攏已經落架，還是預防性的落架，袂閣使用。不過家長有原真煩惱。他們也只是說他們不會再用他們的油品，然後下架，然後之後會控管啊。但是我覺得也沒什麼保障吧。希望學校在篩選方面要多注意一下，對，因為學生剛在成長嘛，就是吸收什麼也比較，家長也是蠻擔心的啦。台中地檢署正常偵辦中聯油品致癌物超標案，原底甲中聯油脂的總經理余寧昌成押禁見。台中地方法院裁定用新台票2000萬拒保，經過台中地檢署控告，認定被告有逃亡串證的記錄，有羈押必要。台中高等法院審理了後，撤銷交保的裁定，專案發轉去地方法院經裁。記者綜合報道。